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發仔，專注長期儲優質股，坐穩等升值就夠，投資無需招式，唔使好複雜嘅。而家美股成個大環境都好鬼差，調查顯示投資者對美股嘅悲觀情緒接近空前水平，投資者對金融市場嘅態度呢嚴重惡化。美國個人投資者協會嘅調查顯示睇跌情緒連續第5週超過50%，創下咗自1987年第2場連續睇跌紀錄啊！即係話呢30幾年嚟呢，今次嘅悲觀情緒呢都真係第2大啦。美國銀行每月基金經理調查顯示，基金經理而家呢以一個前所未有嘅速度削減美國股票嘅配置，受訪者呢就171個，合共管理咗4260億美元資產嘅基金經理啦。3月份美股持倉大減40%。淨減持就係23%，即係話佢計埋現金債券、credit card 啦，其他投資品呢個持倉比例就係前年6月以嚟最低。其實咁都反映咗之前嘅基金經理投資美股嘅比例呢實在太高。悲觀情緒嘅加劇程度係超過30年嚟第2大。受訪者最主要呢其實擔心滯脹啦，賣走美股，將原本用嚟買美股嘅資金轉做部分現金。現金嘅比例增幅係5年以嚟最大嘅，即係大家都揸現金啦。咁通常就係經濟衰退或者滯脹嘅時候就現金為王係啦。網上有好多圖呢，大家都可以 search 一下呢就會睇到噶啦。咁債券就繼續減持13%，基金經理就係將筆錢主要轉向咗歐洲同埋新興市場。歐元區股票淨增長嘅比例升至39%，係超過3年半以嚟最大。美銀就覺得啦，滯脹、貿易戰、經濟衰退呢3樣嘢係導致氣氛上牛市崩潰嘅現象，即係話大家都唔覺得唔似牛市啦，個氣氛上。咁要 S&P 重回6000點呢，就一定要解決貿易戰同埋通脹嘅憂慮。另一方面呢，散戶對某一兩隻股票非常之踴躍摩根大通環球股票衍生品策略師Emma Wu 呢就統計數據顯示，Tesla 散戶撈貨力度係10年以嚟最高連續13個交易日淨買入規模都有80億美元，創下2015年有紀錄以嚟最高。發仔真心講句自玩股票以嚟呢，大方向其實都係唔變嘅。最近每條片都有提過，平就可以買啦，通街都係好多平貨等大家去發掘緊。而 Tesla 咁啱就係一間市值比較大啦，比較多消息嘅公司，大家比較容易接受佢，所以我先至攞佢嚟做例子。市值大呢，即係等於比較穩陣嘅公司。呢個只不過係發仔嘅立場嚟嘅啫，大家唔同意係好合理嘅。因為點解市值大嘅公司就穩陣？因為正路市值大呢，就因為老細投放咗更加多嘅資源入去，又或者佢嘅 marketing 好叻啦，廣告好出色，導致好多人去追捧佢。無論係咩原因都好啦，市值大，即係話其實 Big Boss 都唔想佢咁早執笠噶嘛。因為本身呢一間公司就係一個 branding， 吸引好多基金經理、有錢人、散戶去買。咁其實仲有好多嘅原因，但係今日呢一個唔係重點嚟嘅，所以發仔就唔講住。咁大家記住一個重點就得噶啦，市值大其實真係相對穩陣，因為 Big Boss 已經投放咗好多資源落去，唔想佢咁快執笠玩完。咁如果發仔講一啲我都唔識啦，大家都未必識嘅公司，咁就更加難去一齊行動，一齊去賺錢噶咯。咁得我行動而你冇動力去買，咁你望住我賺，其實咁我都覺得冇乜意思啦。咁我差唔多1-2個禮拜出一條片，其實就係希望 share 我個睇法俾大家知道，大家去參考一下。如果揾到錢嘅，咁大家 happy 咁就好啦。正如呢，我喺年幾前真係好破天荒、好大膽呢，叫大家買呢一隻細價股，咁美股代號呢叫 UI，咁佢最後就真係我出片嗰一刻啦，咁就110蚊至130蚊左右嘅，咁好快就爆升去到470蚊。咁通常我諗呢一隻都係得我買噶啦，因為呢一隻大家都唔識嘅。咁我買完之後，咁有咩意思呢？大家又冇得賺。好，第二隻呢一隻 VIX 應該多啲人聽過。咁呢隻大市值咧都相對比較低，所以我都冇公開同大家 share。咁結果同 Tesla UI 冇乜太大區別，賺咗50%，一倍、2倍離場，其實都分別不大因為都係一個1-2年嘅時間，你賺咗呢一個回報率都已經係超標噶啦。
正路咁諗啦，如果你緊貼發仔嘅影片，你擁有同發仔差唔多嘅結果，其實都好合理嘅。如果你都願意學習發仔呢一套方法，咁就快啲 CLS 啦，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啦。因為短短2-3條片根本講唔晒發仔投資嘅精髓啊。因為其實我都根本片頭講過啦，冇招噶嘛。其實揀好優質股之後，坐低慢慢等佢升值就得噶啦嘛。就好似一間公司，如果你揾到一個好嘅員工，俾到一個足夠嘅發展空間佢，你只係需要俾一個自由嘅空間佢，等佢慢慢發展、慢慢成長啊，佢就自然對你間公司有貢獻噶啦。咁你只需要等優質股慢慢去成長，咁佢自然對你成個股票嘅 portfolio 有貢獻噶咯噃。咁就係咁簡單啦。咁你 follow 咗我嘅頻道之後啦，其實你要明白自己投資由自己負責，同意儲股票應該係由低位開始買，高位開始賣，學識揀優質股，學識點樣低位買貨，買完貨之後識得揸貨，等到高位之後再賣出。咁你好難做唔到我呢個結果啊。其實咁第一個 step 就係發仔揀咗好多人都認識嘅美股 Tesla 俾你啦。咁一隻呢其實唔夠啊。發仔最建議呢，一年最少應該你要揾到10隻左右嘅股票俾自己啦。咁第二步呢，發仔講咗低位買貨啊嘛。咁我都做咗個示範俾大家，咁就係低過250蚊可以開始買啦。咁如果你有耐性嘅話，可以等到200蚊樓下先買嘅。咁你要預備大概10注嘅資金，咁就夠啦。咁第三步就係等。咁你買完之後，你要慢慢等佢升噶嘛。咁有啲人呢就等1-2日就升，有啲人就可以等到10年8年。咁佢嘅回報都有唔同嘅。好，咁不過發仔呢預咗就會至少等3年時間俾佢慢慢成長。第四步，高位派貨，呢一刻未到，所以唔講住。咁依家其實到咗，其實係我嘅無招投資法嘅第二步啦。越低位呢就越買。所以如果依家進入熊市，對我嘅策略有冇影響？其實冇嘅，因為我都預咗佢會跌，所以根本唔需要估佢升啊或者跌，只需要 make sure 你係低位入貨，高位派貨就夠噶啦。咁你 get 到未呢？不過呢，通常都會有啲觀眾呢會問噶啦，尤其是佢如果真係萬一 Tesla 跌到200蚊啦，咁佢入咗貨之後呢，好快再急跌去到可能150蚊樓下，咁可能就會問啦，喂，你止蝕未啊？跌到150蚊樓下咯喎。嗱，咁如果真係咁好彩呢，咁發仔梗係唔會止蝕啦。佢可以跌到150蚊樓下，一定喂敲鑼打鼓啊，叫晒啲叔伯兄弟出嚟。喂，如果到咗嗰一刻，你仲有緣分去睇發仔嘅影片，咁其實你都幾大機會見到發仔再一次賺大錢啊！咁所以喺個片頭講啦，滯脹啊，經濟衰退啊，散戶悲觀情緒，基金經理走佬，呢啲對我重唔重要啊？對發仔嚟講，其實真係唔重要，因為呢個世界冇100%可靠嘅指標去判斷大市升或者跌，反而我就比較關心嘅係自己可唔可以買到平貨咯。好啦，如果你覺得發仔嘅影片啱你口味嘅話，你就 like 下當支持下我啦。咁你有問題歡迎喺下邊問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